最受家长及小朋友喜爱的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进入第2梯次，开课首日，邀请到南台科大黄琼仪老师传授学员如何与 AI 有效沟通，做出精彩图文。像哪一个关键字，它会瞬间帮你把它完成哦。好，各组来想一下你们要做的关键字，它0.1秒就会帮你们完成了。好，开始。仙灵老师教的很好，他教了很多 AI 的东西，很有趣啦。我想把那个鬼怪元素的东西加到图片里面，会比较有趣。那你会觉得那会很可怕吗？不会，是可爱的。对。除了学习到科技新知，来到主播夏令营，当然要学习到如何采访。主播郭文吉特别与同学分享新闻怎么来，以及采访秘诀。问问题的时候要尽量的详细啊。那老师今天也有列了一些采访的提纲，让大家参考。语言就是都会不管问人家问题。然后现在呢？然后就会问人家一些问题。不止理论，更重要的就是实作。主办单位特别请来常上新闻的大人物，让小学员问好问满。现在有那个长照2.0，你有给居民什么补助吗？长照2.0，其实在照顾社会福利跟老人这个区块，其实我们市长，我们的大家长黄伟哲市长非常的重视。那所以在今天看到这么多小朋友，针对在我当区长这过程当中的一些相关问题，从他们问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区长治理区政这个区块，他们的想法跟一些观念啊哈。那我也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夏令营活动，然后跟他们这样子的一个互动。那知道小朋友他们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们有一些大人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也可以传输给他们。那这样子的互动过程当中，透过这样夏令营，我想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效应。夏令营这个很好啦，因为给小朋友多了解呢那个当记者一个快乐因为就是鼓励小朋友呢多听听那个爸爸妈妈的话跟老师的话以后长大呢可以来社区帮忙做社区的志工，还有对长辈的关怀。采访、写作或者是电视新闻制作有那个兴趣的小朋友，能够到公司来接受一些培训。那未来当然在这个那个新闻人的这个角度上我们希望可以从小来扎根，培育一些未来的一些新闻人才。2024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首日安排了 AI 科技新知、新闻采访秘诀、访问大人物以及特殊摄影等。第2天还有小朋友最期待的主播报新闻，让学员们自信展现这2天在主播营的学习成果。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我们的大家长